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平安。很开心在今天早晨，我们可以一起齐聚在圣殿，一起来敬拜赞美我们的神。那在敬拜开始之前，我们邀请大家，我们预备心，我们一起来到神的面前，将我们自己献上。我们先一起默想我们跟神的关系。再一次的来思想耶稣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作为。将我们最近一整个礼拜，甚至是去年一整个年度，我们的压力重担，我们都卸在耶稣的脚前。静心的时候，我们对神说：主啊，我只愿得着你。主啊，我渴望你。哦，主啊，我渴慕你，如鹿切慕溪水一般，我的渴慕你。你是我生命的源头，你是我力量的来源，你是我的山寨，是我的高台。求圣灵自由的运行在我们当中，触摸我们，透过今天的主日讲道，透过今天的敬拜赞美，主啊，我们要全人全心的都降服于你，因为我们属于你。伟大的父神，创造天地万物的主，满有怜悯、丰盛慈爱的耶和华上帝，我感谢赞美你，谢谢你差派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为了我的罪，他死在十字架上，因他所流的宝血洗净我一切的不义，使我现在可以享受在救赎的恩典，站立在你的圣殿当中来敬拜赞美你。感谢神，你在我生命当中有许多奇妙的作为，你是带领我出黑暗入光明的神，你是使我在耶稣基督里成为新造的人的那位神。主，帮助我夺回更多的眼目来到你的当中。主，我们是全人全心都属于你。主，我们要来到你的面前向你立约。当我们今天开始赞美的时候，神你的喜乐、你的力量、你的平安就大大的充满在每一个弟兄姐妹的心中。有疾病的，神我们奉你的名得医治；忧伤软弱的，神我们奉你的名得刚强。神你是使哀哭变为跳舞，是使贫穷变为富足的神。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这样子全人全心祷告，都是奉耶稣基督得胜又得胜的名求。阿们。我们来为着我们教会来宣告。上一章，我们一起来念：奉主耶稣的名宣告，富强教会是永生上帝的家，真理的柱石，是活出爱的健康教会，是积极传福音的教会，是信徒灵命丰盛的教会，是代代门徒培育的教会。阿们。
诗篇9章1节说：“我要一心称谢耶和华，我要传扬你一切奇妙的作为。”哈利路亚！各位弟兄姐妹，让我们用信心站立起来，让我们来宣唱这首奇妙作为。当我们大声宣唱的时候，我们就将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喜乐跟信心活出来。哈利路亚！在他脚前，他行奇妙作为，看救主耶稣作为，他的爱胜过一切，他行奇妙作为，他行奇妙作为，哦天堂的英雄，你战胜死亡，你释放的奴役，将锁链断开我身，你行奇妙作为，在自由中欢呼，我们被欢喜。主耶稣，我救主，我高举你名，我神，你行奇妙作为。扬起我们的声音，更多的来敬拜赞美我们的神。在风浪中，你心事不变，你的心事永恒都不变，你行奇妙作为。是的，耶稣行奇妙作为。我知道你会再次成就应许你每个承诺，你行奇妙作为，你行奇妙作为。哦，天堂的英雄，你战胜死亡，你释放的奴役，将锁链断开我身，你行奇妙作为，在自由中欢呼，我们被欢喜。主耶稣，我救主，我高举你名，我神，你行奇妙作为。哈利路亚，你超乎一切，哈利路亚，你永不动摇，哈利路亚，你行奇妙作为。让我们再次宣告：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你超乎一切，哈利路亚，你永不动摇，哈利路亚，你行奇妙作为。让我们再次来宣告：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你超乎一切，哈利路亚，你永不动摇，哈利路亚，你行奇妙作为，奇妙作为。哦，天堂的英雄，你战胜死亡，你释放的奴役，将锁链断开我身，你行奇妙作为，在自由中欢呼，我们被欢喜。主耶稣，我救主，我高举你名，我神，你行奇妙作为。哦，天堂的英雄，你战胜死亡，你释放的奴役，将锁链
9章23节说，耶稣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我们的生命当中有很多的十字架，有很多的缠累。各位弟兄姐妹，你是否愿意来到神的面前，将你自己全然的来降服，全部献上给神，没有一样是保留不给神的？如果你愿意，举起你的心来跟神说，主啊，我愿全然降服，主，我要全然献上自己给你，因为我是你重价赎回的宝贝，因为你奇妙的作为，我不再是被奴役的，因为你奇妙的作为，我在你的里面得到真正的自由。主，我现在有唯一的渴望，就是我能够在你的里面与你合一，如同耶稣你在父神那里合一一样。耶稣，你说你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你，我们不能到父神那里去。主啊，我们要渴望，我们要借着你，我们要到父神那里去，因为你是我们生命的全所有，也是我们生命的唯一仅有。主啊，我的心要尊主为大，我的灵要以我的神的救恩为乐。主啊，帮助我，让我的心全然的降服在你的面前，完完全全的被你来得着，好使你的话语渴望更多的眺望我心中的那个火，因为神你就是烈火。愿你今天的烈火点燃每一个在你面前摆上自己的弟兄姐妹，点燃我们对你的热情，好使我们的生命真实的来回应神你对我们的呼召。我们要完全降服在你的面前。我能去哪？除了你施恩座前，我降服于你施加的恩典，何等的爱，你大能手扶持我，太柔美，何等柔美。一起来，我愿降服，高举显恩典真实，何等的爱，带我进入你恩赐，真美好，你真美好。我愿降服，高举你名，耶稣，你的面前，高举耶稣，耶稣，你的荣耀我所有，和我生命，我属你，永远属你，只是你愿意神迹。你的荣耀
生命完全的来属于耶稣，跟神倾诉你的心意。神啊，是的，我们在你的面前，我们愿意更多的将自己全然的献给你。属于你，我们永远都属于你。没有任何的事物是能够将我们跟你的爱分开。主啊，你在马太福音22章37节这样教导我们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是的，神，我们愿意全然降服在你的面前，尽心、尽性、尽意的来爱你。透过这首诗歌，更多的来回应你的爱。谢谢神，我们赞美。用生
父神向你献上我们的感谢，让我们在今早我们可以一起尽情的敬拜你，扬起我们的声音，举起我们的手，大声的来称颂你何等奇妙伟大的名。主啊，向你献上感谢，因为在过去你不断的带领我们，直到今日，让我们在你的恩典当中，我们在你的圣殿一起来敬拜赞美你。主啊，求你带领我们在今早的敬拜当中，我们再次得以看见你的荣耀，看见你的同在，也看见你赐福在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的生命当中。愿透过今早的礼拜，你再一次的来赏赐新的赐福、新的恩典、新的恩膏，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透过今早的礼拜，再次更新改变我们的生命，也透过今早的礼拜，我们也看见你的荣耀就彰显在我们的教会当中，也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愿今早的礼拜成为一个美好的敬拜，将一切的荣耀、一切的颂赞都归给你。这时候，我们也一起用主你所教导我们的祷告文，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各位弟兄姐妹，请坐。我们把时间交给我们的司会。来，我们一起来读一段圣经，马可福音11章15到19节。马可福音11章15到19节，我们一起来读。他们到了耶路撒冷，耶稣一进圣殿，就把所有在圣殿里做买卖的人都赶出去。他推倒兑换银钱的人的桌子，和贩卖鸽子人的凳子，也不准任何人抬财物在他列的院子穿来穿去。他教导他们说：圣经记载上帝的话说，我的圣殿要称作万民祷告的殿，你们却把它变成贼窝了。祭司长和经学教师听见这话，就想法子要杀害耶稣，但是他们怕他，因为群众都钦佩他的教导。傍晚，耶稣就和门徒到城外去了。我们请指南小组献诗，扩张帐幕，左右开展。献诗完，请曾牧师讲道。一起来礼拜系列6，万民同心的祷告。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很开心我们在这个春节假期后，我们还可以再次来到教会当中，一起来敬拜，一起来礼拜。虽然在传统来说，春节假期应该要到元宵节过后但是这礼拜大家已经开始开工了甚至台南今年有全中运，所以那个国中、高中、国小也已经开学所以大家就已经回到原本的生活当中。所以愿上帝赐福我们，在一个这个很长的一个休息之后，让我们可以重新得力，让我们回到我们个人的工作岗位，学校的生活，或者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有上帝的保守跟带领。特别在最近我们到这个天气比较寒冷天比较寒冷，大家要多保重注意自己的身体的健康愿上帝赐福我们，在这个天气变化比较多变的时候，我们都在他的保护当中。所以这个牧师看昨天看新闻的时候，发觉哇，这个台湾真的是蛮严重这次的整个过年，很多人有流感很多人有一些感冒的症状然后特别看到新闻说有24还25万的台湾人在这个春节假期都有这个肠胃炎或者是诺罗的症状牧师也是其中一个对在过年时候，牧师跟师母一起回花莲那就刚回花莲就有点水土不服就OK 好就很吐了所以本来花莲的春季旅游变成医院的一日游但感谢神已经从这个这个生命当中恢复所以也真的是愿神赐福给我们每个弟兄姐妹让我们真的在他的保守保护当中我们每个人也注意自己的身体状况让我们在这个春节过后，在接下来从这个新的开始，我们都继续走在上帝的信实恩典，在他的保护当中。好，那我们在我们开始来分享上帝话语之前，我们再一起来做一个祷告，来祷告。亲爱的父神，感谢你让我们在春节后，我们回到个人的工作，回到个人的课业，回到我们个人所做的事情当中。主，我们向你献上感谢，也求你继续带领我们在新的开始，我们手中所做的一切都有你的恩典充满在其中。主，我们更要向你献上感谢，是在今早你再次引领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来到你的面前，一起来敬拜赞美你。求你透过今早我们的敬拜，透过我们今早来一起读你的话语，来默想你的话语，来学习你的话语，来成为我们生命当中的提醒，成为我们生命当中的鼓励。求你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也让我们的内心，让我们的眼目专心渴慕在你的身上。求你与我们同在，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阿们。今天牧师要跟大家分享这个我们在做礼拜的当中有一个也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其实在做礼拜的部分，我们将要一起分享是祷告。但是我们在第2堂的时候，我们比较好像没有特别一个程序叫做祷告。如果我们参加过第1堂礼拜，你就会发觉在第1堂礼拜呢，它有一个特别的程序，就是它要多一个祈祷。除了在前面的敬拜赞美，我们的主领会带大家一起祷告之外，那在第1堂礼拜的祈应文后，还会有一个祷告的环节，或者诗会带领大家一起做公祷。那我们在第2堂我们没有这样的一个环节，但是我们仍然还是会在敬拜赞美前，我们会有一个像是祷告会的时间。我们在时常在讲道之后，我们也会有这个公祷代祷的时间。我们在1个月，我们也会有一次医治祷告，在礼拜中医治祷告的时间。所以其实这个祷告在我们的整个礼拜当中，其实也是占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甚至我们可以说，在整个礼拜当中，祷告可以说是驱使整个礼拜前进的动力，甚至是一整场礼拜、一整个崇拜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根基。如果我们没有先祷告，如果我们没有先从祷告寻求开始，我们不知道怎么敬拜。如果我们没有先祷告的话，我们不知道我们要如何开始我们所做的一切。如果我们没有先祷告的话，我们不知道我们的生命要往哪里去。我们没有祷告的话，我们不知道我们的教会可以往什么样的方向。所以祷告事实上是非常的重要。如果没有先祷告，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凭人自己的意识，我们都是凭我们自己的感觉在做事。
当我们祷告的时候，上帝就动工；当我们不祷告的时候，是我们人在动工。所以，为什么我们在礼拜当中，今天要一起来分享祷告这件事情？它绝对不是只是礼拜当中我们所看到的一个环节，叫做祷告，或者是台上人邀请我们一起来祷告。实际上，祷告带动甚至驱使了我们整个礼拜的重要性，它驱使我们礼拜一直前进。所以，你可以说我们在讲道的时候也是一个祷告。我们在敬拜的时候也是一个祷告，我们在奉献的时候也是一个祷告。如果我们很清楚知道说，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是由祷告驱使，祷告带动我们意向，带给我们动力，带给我们前进的话，那我们所做的一切不都也是我们的祷告吗？所以在我们今天的礼拜当中，牧师要跟大家一起分享，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一起来祷告。当然也不止在礼拜当中，我们一起学习祷告的这个功课。我们也在我们的个人的生命当中，在我们的家庭当中，我们一起学习如何来祷告。我们刚好一起读过这段的经文。其实，在这段的经文，耶稣跟他的门徒一起到耶路撒冷的圣殿，当时是准备一个非常大的节期，在犹太人很大的一个重要节日，叫做逾越节。但是在耶稣那个时代的圣殿，他的政治、他的经济的地位，已经远远超过圣殿存在这个信仰的意义了。如果我们刚读了经文，你就会发觉，有许多人在那里做买卖，有许多人在那边做兑换银钱的工作，有许多人忘记那是圣殿，于是拿着自己的器具，拿着所有的东西在圣殿里面走来走去。所以在那个时代，经济、政治的意涵已经远远超过了原本它应该是一个敬拜的场所，应该是一个祷告的地方。所以在那个时候，耶稣跟他的门徒来到耶路撒冷。刚刚说他们过一个很重要的节叫逾越节，所以有许多外地回来的犹太人，也有很多的朝圣者，他们都一起拥挤到了耶路撒冷，一起拥挤到了圣殿。那到圣殿要献祭，但你想，当时如果他们要带这些祭物、带这些动物啊，如果从很遥远的地方，其实不是那么好携带，不方便携带嘛。要带动物，然后从遥远地方来，然后才到耶路撒冷献祭，其实不是那么的方便。所以在耶路撒冷的圣殿外，就有人做起了买卖祭物的生意，为了让这些朝圣者他们可以买祭物，让朝圣者可以买这些没有瑕疵而且是非常棒的祭物，好让祭司检查说，这个可以。所以当这些外面在买卖祭物的人，卖这些动物的人，他们所卖的也要先经过祭司同意。所以你想，这一层一层的关系，祭司同意这些人买卖，那这些人卖的对象又是这些从遥远地方来的朝圣者，因为他们没有，所以他们也只能买这个。另外一方面，当时的耶路撒冷的圣殿，他们还规定，如果你要买这些祭物，或者你要奉献，你不可以随便从你的口袋掏出钱币，不可以随便拿不是圣殿里面的钱币奉献。所以当时要进圣殿奉献或买祭物前，你必须要兑换圣殿币，你必须要兑换圣殿币。OK， 你必须要兑换圣殿的钱币。所以这些我们看到的这些买卖的场景，某些角度其实是合乎常理，对吧？因为遥远嘛，从遥远的地方来，我没办法带祭物，所以我在那边买嘛。然后这边规定说我一定要用这里的钱奉献，所以我一定要换钱，也很合理吧？是蛮合理的。但是我们却看到耶稣生气了。为什么耶稣生气了？其实耶稣他跟他的学生还没有进到那个真正圣殿的那个内部，他们只是先踏进了外邦人院。整个圣殿它有分很多的部分，最外面的叫做外邦人院。既然你一看到外邦人院，你就会想到那个地方是给外邦人，不是犹太人的人可以敬拜的地方。但是你想，就算他不是犹太人，但是他是来做什么的？他也是来敬拜上帝的。但是他们却把这个可以敬拜上帝的空间，把这个可以一起来向上帝祷告的空间，拿来做买卖，拿来做交易的行为。于是剥夺了这些可以敬拜的人的权利，也剥夺这些想要亲近上帝祷告的人的权利。于是耶稣生气了。这是圣殿币那个当时的钱币很多都有印头像那个什么罗马皇帝的头像、谁的头像，当时圣殿币是没有印头像的，所以他们一定要交换成这个。所以
耶稣真正生气的，也不是说他们不可以交易或不能换货币，因为那是规定是这样嘛。但耶稣真正生气的是，原本那个地方应该是要可以跟上帝亲近，而且是可以建立美好关系的，失去了原有的样子了。刚说虽然那是外邦人院嘛，虽然不是犹太人敬拜的地方，但那仍然是一个敬拜的场所，那仍然是一个让人可以祷告、寻求安静、寻求平安、向神倾诉自己内心的一个地方。所以，原本每一个人都有权利，甚至都可以到上帝的面前，但却被某些人阻挡住了，却被某些人他们自己的利益、被某些人的权利所阻挡住了，以至于没有办法所有人都到上帝的面前向他祷告，以至于没有人都可以真的到圣殿当中来诉说他的内心的需要，所以没有在那个当中，没有人享受平安，在那个当中也没有人享受真正的安静。于是耶稣生气了。我们刚刚读的经文，耶稣就把那些这个兑换钱的这个桌子翻倒，卖鸽子的、卖祭物的翻倒，然后把那些抬着他们的器具人全部都赶出去了。所以让我们透过这个短短的经文再一次的思考，我们每一次来到教会，我们每一次来到教会，或每一次我们可以跟上帝亲近的时候，或者是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有没有留下一个美好的空间？我们有没有留下一个美好的空间，是我们可以跟上帝亲近的？还是觉得这一切已经是理所当然？还是觉得我只是带着我的需要来找上帝，带着我想要满足的事情来找上帝就好了？如同这些只想到自己的商人。所以第一个牧师要先跟大家分享，我们一起在学习这个祷告。第一个万民同心的祷告，第一个就是我们要先学习让祷告成为我们复兴的源头。我们先学习让祷告成为复兴的源头，不仅是在说我们的教会，也在说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让祷告成为一个复兴的源头。刚刚的经文，其实我们读过，刚刚就说到，耶稣把这个圣殿买卖的赶出去，兑换银钱的这个全部都推倒了，卖鸽子的的凳子全部也推倒了，不准任何人在圣殿的院子走来走去，就是刚刚我们看到那个图，就是外邦人院啊，那原本可以让很多人在那边，每一个人都有敬拜的权利的地方，耶稣把他们全部赶出去了。其实我们刚刚有稍稍也有在说到一件事情，是买卖货币或者是祭物本身没有不对嘛，就是规定如此。OK， 那个就是一个在当时必须要做的事情。其实这个合乎情理 ，OK， 但是他们不可以在原本该有属上帝的地方做这样的事情，应该要离开到圣殿之外。当时其实还规定一件事情，为什么耶稣把那些抬杂物人都赶出去了？当时也规定，就是你只要进到圣殿里面，你就不能拿手杖，你就不能拿手杖，不能像哑乖啊，不像哑乖啊。然后你也不能随便穿这个不能穿拖鞋。然后呢，你也不能带钱包 ，OK。然后呢，也不能这个脚上不能沾灰尘，就是要清干净，然后你才可以进到圣殿当中。所以耶稣他做了一件事情，他为什么把这些人赶出去？为什么要把这些好像看似合理的事情，把它推到远远的去？其实认真想，有时候我们的内心也会像这个圣殿一样，我们的内心好像圣殿在买卖东西。我们有时候内心很像那个市场这样纷乱，非常的嘈杂，被很多事情占据了，却认为理所当然。我想那些商人他们也觉得理所当然啊，我们以前就这样卖啊，没有人赶我们啊。我们从以前就是这样卖，没有人赶我们。我以前就是这样子跟上帝祷告的，我以前就这么样子跟上帝建立关系的，我以前就是这样子跟上帝讨我要的。这是我的，这是我喜欢的方式，这是我想要的方式，但是却忽略了生命更新的重要。耶稣把这些人赶出去圣殿，也好像再一次的把圣殿该有的空间留下来。当我们同时也忽略了生命必须要被不断更新、不断被调整的重要性，我们的生命可能渐渐衰退，我们也不自知，甚至觉得理所当然。
就是这样子。我们必须以祷告不断去更新、恢复我们跟上帝的关系，也更新我们自己的生命，重新调整我们的眼光，重新看待我们生命当中这个空间到底是属于谁的。这些商人觉得是属于他的、啊，我这边赚钱合理啊，你就是听我的。你要来这边就是听我的，你要想要在这边要献祭，你要什么就是听我的，照我的。如果没有达到我心意，你就走吧。我们的祷告会不会是这样？我们的生命态度会不会是这样？神啊，我跟你祷告那么久，啊，你都没有听我的。神啊，我跟你祷告那么多，我做了那么多事情，你都没有回应我。神啊，我还是照我自己的方式做好了。神啊，照我所祷告的，给我成就吧。如果我们的生命忽略了我们祷告到底是为什么，我们如果忽略了我们生命真实跟上帝的关系是什么，我们可能慢慢的衰退，我们也不自知啊，觉得这是理所当然的。所以我们必须透过祷告，真的不断的去找到上帝的心意是什么。所以让祷告成为我们生命复兴的源头，也成为我们教会复兴的源头啊。哥林多前书第3章16到17节，保罗这么说：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若有人毁坏神的殿，神必要毁坏那人，因为神的殿是圣的，这殿就是你们的。我们知道圣殿不是只有一个，就是一个建筑物啊，不是一个实体跨海体的建筑物。经文这么说，我们每一个人也是上帝的殿。我们每一个人也是上帝的殿，上帝的灵住在我们里面。若有人毁坏神的殿，神也毁坏那一人，因为神的殿是圣的，那殿就是你们。所以回到一开始说，我们会不会我们的这个殿会不会也是非常的嘈杂？会不会很多人在里面做生意啊？会不会很多人在里面讨价还价？会不会很多人都是照自己想要的，而忘记这个殿是属于谁的？圣殿不会凭空出现啊！圣殿不会凭空出现啊！特别是祷告的圣殿不会凭空出现啊！需要经历建造啊，需要经历付上代价，才有办法看到一个复兴跟一个更新的开始。这也是一个跟上帝更靠近的过程。祷告必须付上代价，亲近上帝也必须付上代价。但在于我们愿不愿意这么做，在于我们愿不愿意在这个新的一年开始，再次跟神说：神，我愿意，求你透过我每一次祷告，每次跟你亲近，每一次敬拜的时候，求你就来更新我，求你让我再一次得到那个复兴的源头，使我的生命是不再一样的，因为我是你的殿，不是属于我的，是我是你的殿。所以愿神赐福我们，让我们透过祷告，透过每一次跟上帝的亲近，再一次建立我们的生命。也愿神赐福我们，让我们每一次祷告的时候，我们也一起建造我们的教会。透过每一次祷告的时候，一起建造我们的家庭。透过我们的祷告，一起建造我们手中所做的每一件事情。我相信每一次祷告的时候，我相信当我们愿意开口向神寻求的时候，神就亲近我们，我们也可以慢慢的去贴近，了解上帝的心意是什么。第二件事情，牧师要跟大家一起分享，就是让祷告成为我们的馨香之祭。让祷告成为我们的馨香之祭。马可福音第11章第17节，耶稣就告诉这些商人，也告诉旁边围观的法利赛人、围观的群众，告诉他们说：圣经记载上帝的话说，我的圣殿要称作万民祷告的殿，你们却把它变成贼窝了。耶稣说，我的圣殿要成为万民祷告的殿，每一个人，不是某些人，不是只有一小群人，是每一个人都要祷告的殿。所以耶稣说，你们却把它变成贼窝了。这个贼，我们看这个华语圣经，觉得就是贼嘛，小偷嘛。其实他原本的意思是强盗，他不是一般的小偷，不是那个闯空门的小偷而已啊，他只是强盗，抢夺的。你们把原本是属神的，原本是应该向神祷告敬拜的地方，去抢夺成为自己的地方。但耶稣说，要让这个地方变成是一个祷告的地方。
当耶稣说圣经记载上帝的话是从哪个地方？是从以赛亚，先知以赛亚，以赛亚书第56章第7节，先知以赛亚这么说：我必领他们到我的圣山，使他们在我的祷告的殿中喜乐，他们的燔祭和祭物，在我的坛上必蒙悦纳，因为我的殿必称为祷告的殿。您看到以赛亚怎么说？他说：神带领我们到他的圣山，使他们在我的在他的殿中向他祷告，而且祷告还得到什么？得到从神而来的喜乐。你看，上帝引领我们到他的面前，向他祷告，并且在祷告当中得着喜乐。而且他说，他的燔祭和祭物，实际上在这个原本意思，它是指在燔祭和平安祭当中。所以你看到，透过祷告，从神得着真实的平安、真实的喜乐，而不是内在声音的繁杂、内在声音的嘈杂。而且神说，这样的祷告得他的悦纳。他的祷告，他的万民，他的殿要成为万民祷告的殿，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成为那个祷告的人。所以祷告是上帝所喜悦的事情。我们要知道，祷告是上帝所喜悦的事情。所以我们一起学习一件事情，也让我们一起建立一个以祷告为根基的教会。让我们一起建立一个以祷告为我们教会驱使动力的根基，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如果我们的教会失去了祷告，如果我们的教会没有了祷告，那我们的教会可能不知道往哪里去，因为我们不知道上帝的心意是什么。所以愿神赐福我们，从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从我们一个人开始做起，让我们都成为一个祷告的人，以至于让我们的教会成为一个祷告的教会。祷告的声音不断充满在我们其中，不仅在我们教会当中，也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也在我们的家庭当中，在我们每一个人所踏之地，都充满祷告的声音。所以在诗篇141篇第2节，诗人这么说：愿我的祷告如香陈列在你面前，愿我举手祈求如献晚祭。启示录第5章第8节也这么说：每一个长老手都拿着竖琴和盛满香的金炉，这香就是信徒们的祷告。你看到我们的祷告，经文怎么描述？他说我们的祷告如同香一般陈列到上帝的面前。你看到我们的祷告，上帝非常的看重，保存的非常好，看重每一个我们在他面前倾心吐意向他所发出来的祷告。所以这个刚刚说我们的祷告可以成为一个馨香之气。当我们不断的祷告，当我们不断的呼求，当我们不断的向神倾诉我们的心意时，就如同香一般直达到上帝的面前。所以当我们众人祷告的香味不仅是达到上帝面前而已，更重要，也让我们每一个人也同样被影响，甚至都沾染到这样的香味。我想当我们每一个人都发出祷告的声音，我们都有一个祷告的生活，我们都有一个正确祷告的态度，知道我们为何祷告。我想这样祷告的香味不仅是只达到上帝的面前，也在我们的身上，也在我们的教会，也在你四周围的人都同样可以被影响，甚至也沾到这样的味道，充满着属灵的氛围。所以愿我们的祷告也成为一个馨香的祭，达到上帝的面前，也愿我们的祷告成为一个美好非常芳香的香味，让我们四周围也可以感受到上帝美好的恩典。天上牧师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万民同心的祷告，就是让我们的祷告也成为是一个祝福的时刻。它不仅是馨香之祭，不仅是一个味道，也是一个充满祝福的时刻。它也是一个充满祝福的时刻。历代志下第6章19到20节，经文这么说：唯求耶和华我的神垂顾仆人的祷告祈求，俯听仆人在你面前的祈祷呼吁，愿你昼夜看顾这殿，就是你应许立为你民的居所，
求你垂听仆人向此处祷告的话。经文这样子告诉我们，他说：愿神你在昼在夜，白天晚上，在每一个时刻都听我们的祷告，垂听我们的祷告，垂顾我们的祷告，俯听我们在他面前的呼吁。代表我们每一次祷告的时候，神是与我们同在的；代表我们每一次祷告的时候，神就临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而当神临在我们生命当中的那个时刻，那是一个充满祝福、充满恩典的时刻。所以特别我们在牧师刚刚有讲到，我们在礼拜当中，我们有很多可以祷告的时刻，我们有很多可以参与祷告的时刻。特别我们在礼拜当中，第一个我们会经历到的就是我们在礼拜中我们会有公祷，我们在礼拜中会有公祷。那其实公祷简单来讲，就是礼拜中会有一个带领者带大家一起为某些事情祷告。比如刚牧师说，在第一堂可能就是那个司会者带大家祷告啊，也有可能是这个台前带敬拜的主领带大家一起公祷，为了某些事情一起参与。那这个时候，当我们一起在公祷的时候，有人带领嘛，不是我们自己祷告，但是在那个时刻，我们仍然可以一起回应。我们可以一起回应什么？我们可以一起回应阿们，就是神愿这个祷告来成就。我们也可以去回应。在公祷当中，我们也可以在一起回应哈利路亚，神啊，赞美你。我们也可以在公祷当中，我们也可以回应感谢主。在公祷的过程当中，我们也会发觉台上带领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发现这个祷告的话语、祷告的言辞，可能也是上帝正在对我们说话，可能也是上帝正在对我们每一个人的提醒。那是一个祝福的时刻，那是一个恩典的时刻。所以我们在礼拜当中的祷告，有一个是公祷，有一个是公祷的时刻。而在礼拜当中，我们也会有私祷的时刻。当然，私祷也不见得在礼拜当中。你回到家中，你回到个人地方，你也会有自己私祷的时候，就是你自己个人祷告的时刻。你会有自己个人祷告跟上帝亲近的时刻。我想这个是一个非常充满关系式的祷告，就是你在跟上帝建立关系啊。你自己的祷告就是你在跟上帝建立关系。所以不论是开心、忧愁，或你觉得困难、觉得不知道向谁说的，你都可以在上帝的面前来向他倾诉。所以特别牧师要说，特别我们在礼拜的时候，当然私下你不会去在意别人的眼光嘛，你自己在家里面，你祷告你不可能还东看看西看看有没有在看我，不会。但通常我们在教会有时候，比如说台前的敬拜主领或者是这个牧师有时候邀请大家，我们一起开口来祷告，为了某些事情来祷告。个人要祷告的时候，有时候我们会害怕什么？我这样开口祷告，旁边人听到我祷告，有点不好意思啊。我开口祷告的时候，会不会旁边人在听我祷告什么？我祷告的时候，会不会我祷告错了，然后旁边人笑我？其实不要在意别人的眼光，不要忘记那是你自己跟上帝的关系，那是你自己跟上帝的关系。让上帝的同在成为每一次祷告最重要的事情，让上帝的同在成为你每一次祷告最重要的事情。不论在公祷的时候或自己在祷告的时候，让上帝的同在是最重要的事情，是我们自己的内心跟上帝最亲密的时刻。所以每一次祷告，经文刚刚告诉我们，神都与我们同在。不论是公祷，不论是私祷，或者是你为别人代祷的时候，那都是一个祝福的时刻。当每一次祷告的时候，都带下上帝的祝福。所以我们每一次的祷告，特别在我们每次主日、每一次礼拜的时候、每一次的聚会，其实祷告就是帮助我们在上帝承认我们的需要啊，承认我们是需要依靠他的，求神带给我们方向，带给我们力量，带给我们今天我们要可以领受的。所以我们祷告的对象是神，我们就用诚心谦卑的来到他面前向他祷告，因为上帝也查看我们的内心，所以我们就用一个真诚、真实的心来向他来祷告，上帝也必照他的旨意来成全。所以上帝知道我们的心思意念，所以唯一能够感动上帝的，就是我们有一个真实的心。唯一能感动上帝的，就是我们有一个
真实的心，让每一个祷告的过程，每一个祷告的时间，都成为祝福的时刻。所以牧师也再一次邀请大家，鼓励大家，我们在第二堂礼拜前一开始10点50分，在开始的时候，我们都会有一个祷告的时间。好像在10点50开始，我们都有一个祷告的时间，类似一个像祷告会的时间。牧师要邀请大家，在10点50的时候，你就可以来到教会，先用祷告作为今天礼拜的开始，用祷告作为你今天一整天要来敬拜神的开始。不要就是慌这个匆匆忙忙啊，然后就时间到赶快跑，而是可以早一点来到上帝面前寻求神啊，今天我再次来到你面前。求你安静我的心，求你对我说话，求你来感动我，求你来提醒我。另外，牧师也邀请大家，在礼拜5晚上，我们有全教会的恩典时刻的祷告会。礼拜晚上7点50分，我想那是一个很棒的时刻。当我们今天在说同心祷告的时候，不是只有在主日礼拜我们才叫同心祷告，在周5的时候也是一个很棒，全教会可以一起聚集、一起同心祷告的时刻。为了很多不一样的事情，为了很多不一样的事项，我们可以聚在一起，让我们可以一起祷告，寻求上帝的心意。所以牧师再次邀请，也再次鼓励大家，看重每一个可以祷告，看重每一个可以跟上帝亲近的时刻。特别在我们教会即将要进入50周年，今年要49年了，我们富强教会的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更需要一起来祷告啊！我们更需要一起来祷告，寻求上帝在我们教会的心意是什么。我们更应该一起来祷告，寻求上帝到底要继续带我们往哪里去。过去49年充满丰富的恩典，过去49年充满了很多美好的故事，但是我们仍然不知道未来如何啊！我们不知道接下来上帝要带我们往哪里去啊！所以我们更应该一起来祷告，一起来寻求上帝的心意。所以哥林多前书第6章第9节。保罗也这么说，再次告诉我们：岂不知我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这圣灵从神而来，住在你们里头，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神。再次的告诉我们，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也是上帝圣灵居所的圣殿，所以每一个人也应该是成为一个祷告的圣殿，万民都要成为祷告的殿，所以不是只一些人祷告而已，是每一个人都成为那个祷告的殿，让我们的生命成为充满祷告的圣殿，让我们的教会也成为充满祷告的圣殿，让我们的家庭，让我们的工作，让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也都充满着祷告的大能。愿神赐福我们，让我们的教会，特别在我们每一次来聚会的时候，不仅在主日礼拜，你所参与的每一个聚会，你所每一个可以祷告的时刻，我们都认真而且尽心的来到上帝面前，跟他建立更美好、更亲密的关系。愿神赐福我们，让我们的生命充满祷告，让我们的教会充满祷告，让祷告成为我们生命的动力，成为我们生命的来源。等一下，我们要一起来守圣餐。今天我们要透过圣餐，我们要再一次思想主耶稣基督为我们所付上的代价，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牺牲、流出宝血，救赎我们生命所带来的重要意义。所以，我们先一起来唱一首诗歌。我们先一起来唱一首诗歌，之后我们就预备心，我们要来一起来守圣餐。我们先一起来唱这首诗歌，叫做《救赎的恩典》。我们坐着唱就好。每当我拿起这笔，我纪念你，亲爱耶稣，十架上赎为我生命，
使我回到天父面前。每当我拿起这杯，我感谢你，我的耶稣，你宝血洗净我的罪，使我永远与罪隔离。感谢你为我死在十架上，破碎的生命得以完全。我感恩，我敬拜的医治的自由，都因你那救。我们再唱一次副歌。谢谢你为我死在十架上，破碎的生命得以完全。我感恩，我敬拜的医治的自由，都因你那救赎的恩典。这时候我们要一起来恭守主的圣餐，我们一起预备心。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欢迎凡属与他的教会，按教规可领圣餐者，一起来守主的圣餐。亲爱的弟兄姐妹，请听主耶稣对凡归向他的人所说恩典的话语：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凡父所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与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同在。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注意听主耶稣基督所设立圣餐的话。就是照保罗所说的，我当日传给你们的，原是要从主领受的。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拨开饼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所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直等到他再来。”当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他拿起饼祝谢，所以我们奉他的名，我们照他的样式，我们先一起来感谢上帝，我们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现在照你的命令摆设这个宴席，为了要纪念你永远赎罪的祭，我们谦卑恳求你差遣你的圣灵，将我们分别为圣，又分别这些摆在你面前的饼和葡萄汁为圣，让我们接受这些，借着信而分享你的身体和宝血，因你恩典的帮助，使我们在灵里得培育，在恩典中得成长，且荣耀你的圣名。阿们。主耶稣基督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所舍的。每逢你们吃的时候，就应当来纪念我。”主耶稣说：“这个杯是我所流出的宝血，是一个新的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就应当来纪念我。”这时候我们请服侍的长老，我们一起来拿饼跟杯。
当我们拿到饼和杯的时候，我们可以在心中来向我们的耶稣来祷告，让我们再一次去思想我们与他的关系，也再一次思想他为我们所付上的代价。透过今天的圣餐，让我们再一次去思想主耶稣基督与我们的关系，去思想他为我们的罪所背负的重担，所背负一切。愿神透过今天的圣餐，再一次的来帮助我们去思想我们生命，思想我们与他的关系。如果你没有拿到，你可以举起你的手，你的长老会到你的旁边。还没有拿到的，可以举起你的手。这时候我们可以先撕开我们的2合1的这个圣餐饼跟杯，我们可以先将我们的饼先拿出来。这是耶稣基督的身体，为我们舍的，我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他。我们一起来领受。接着我们可以撕开我们的第2层。主耶稣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设立的新约，你们每当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我们一起来领受。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再来。愿主耶稣基督的平安与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同在。我们再一起来做一个祷告。无所不能的父上帝啊，我们诚心来感谢你，因着你的大爱，让我们可以领受你的圣餐，是培育我们灵魂真实的食物。再次让我们明白你喜爱我们，保守我们，也让我们明白我们是满有圣子奥妙身体的肢体，就是蒙福忠实的信徒，也是你永远国度的后裔。亲爱的天父，我
我们谦卑在你面前祈求。当我们再次献上自己，当作活祭时，求你鉴察、接纳我们，同时求你以慈爱帮助我们，让我们能持续这圣洁的交通，从今以后更能荣耀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接着我们要一起来奉献之前，我们在我们的周报里面夹了一个圣餐的奉献袋。会有感动，你可以利用这个圣餐的奉献，我们一起来做奉献。而这个奉献也会将成为是教会的宣教事工，或者是帮助弱小教会，或者是一些需要的事工当中的使用。所以大家可以一起透过这个圣餐的奉献袋一起来奉献。我们将时间交给诗慧，我们一起来奉献。我们起立来唱奉献的诗歌。亲爱的宝贵耶稣，你爱何等的甘甜，我的心深深被你吸引，爱你是我的喜乐。一生爱你，一生敬拜你，一生爱你，一生荣耀你，一生奉献，一生不回头，一生爱你，跟随你。请坐。我们来看本月的金句背诵。我们一起来读。耶稣又对众人说：“我就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约翰福音8章12节。再次，耶稣又对众人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约翰福音8章12节。好，这是我的报告。下个礼拜是福音主日，我们邀请江玉君老师，他的分享跟见证，还有诗歌，他的题目是从哀哭到跳舞。司礼是高林清长老。好，我们来看肢体交通。今天我们举行新春的圣礼典。第二点，下个礼拜福音主日我们刚刚提到了哈。第三，小会公告，我们在2月23号要召开定期的会员合会。那名单如果有出入的话，请弟兄姐妹在2月16号以前
来更动。那我们还会接纳这个名单。第四，本学期的奖学金我们已经开始申请，到3月2号截止。颁发的日期是3月23号。刚牧师有提到祷告会的邀请，我们教会有两种祷告会。第一个时段是在礼拜天早上8点40到9点，在敬拜赞美的这段时间当中，我们邀请大家能够有参与第一堂的可以参与，来尽量参与这一段的祷告。那第二的祷告时间是在礼拜5的晚上7点50到8点半。那是全教会的恩典时刻的祷告会，这是非常重要的祷告会。这个祷告会已经持续了20多年，我们一直都没有中断。我们邀请弟兄姐妹都能够来参与，这是华语的祷告会。我们希望弟兄姐妹在祷告当中可以更多的领受跟神的关系，神同在的美好，还有神的触摸。我们透过祷告，可以更多的连结在我们的主耶稣。第六，婚姻的祝福，这边有2个婚姻的消息。第一个是张金一弟兄跟王淑玲姐妹的儿子品成弟兄与佳音姐妹，在3月1号下午3点半，在安平举行结婚礼拜。第二是张正玉老师和吴慈恩牧师的长子张玉敏弟兄与高雄的庄友佳姐妹，在3月15号下午3点半，在高雄德生教会举行结婚礼拜。我们恭喜这2对新人，也祝福他们在婚礼筹备的过程当中都顺利，并且为了能够建立蒙恩幸福的家庭来代祷。其他的消息补充，请牧师。弟兄姐妹，大家平安。这个中午快到的时候，天气比较温暖一点了哈。我刚刚来参加第2堂礼拜，我觉得有一点很有趣的现象。上个礼拜我们还在春节最后一天哈，第2堂礼拜参加的人数比较少，因为我知道很多年轻人都还没有回到自己的工作岗位。第1堂反而人比较多一点。那今天呢，因为早上很冷哈。反倒是第1堂礼拜人比较少，可能是还很冷，大家都不方便出门，或者真的问了好几位，都说家里在感冒在家里哈。不过反倒第2堂，我觉得比上1堂上个礼拜人数很多。可能第一个我们比较年轻一点了，不怕冷。第二个是现在到10点以后天气慢慢回暖了哈。不过总之就是期待大家保重自己的身体哈，保重身体。刚刚我们的曾牧师他说，春节的时候他胃肠的问题，那牧师在春节也感冒了哈。感谢主，我们还好杨医师帮我开了2次的药，没有发作，还好能够保养起来。真的是这一次哇，这个寒流来，加上流行感冒很多人去日本旅游都把那个感染都带回来，所以这个寒流不知道还会几波，不知道，所以请大家一定要保护自己的身体最近再把口罩戴起来也蛮合理的啦稍微要保养自己的身体，愿神保守我们每一个人能够平安度过这个寒流的一个时间我们今天很高兴在第2堂礼拜我们有新朋友在我们当中，有一位3位一位是许正宪弟兄，许正宪弟兄在哪边？站起来，让我们欢迎你。好，正宪弟兄欢迎你。感谢主好，感谢主。第2位是施宏彦弟兄，欢迎你，施宏彦弟兄好，欢迎施宏彦弟兄在这边，在这边欢迎你第3位在5楼的中英姐妹在哪边？让我们先离开了吗？在这里怎么写在第5楼？不，我一直在看楼上。欢迎中英姐妹。也确实不简单我说天气冷我们都还有新朋友来所以表示我们第2堂蛮热情的，很多人都能来参加
感谢主哈，我们今天的午餐有恢复了啦哈，我们爱心午餐，所以我们等一下结束，如果你时间方便，能够彼此交谊哈，到3楼一起享受爱餐。我看到我们的爱心午餐团队很用心哦，因为知道寒流来哈，他们现在设备了一个可以保温的哈，你知道有时候自助餐的那个盘子有没有都会下面会加热，对不对哈？这一次他们已经增加设备了，希望冬天不要吃到冷的食物哈。欢迎大家来参与哈。刚刚我们陈佑长已经把重要的事情都报告，不过牧师觉得有一两点要特别提醒的啦哈。第一个就是说，刚刚我们的郑牧师有特别提到说，我们今天奉献对不对？有2种奉献，一种是平常的主日奉献就不用放在纸袋里面；另外一个纸袋是要让你放你的圣餐的感恩奉献。那是什么意思呢？可能有些人觉得说，反正我一次献进去教会去统筹应用就好了。那牧师做一个解释，是圣餐的奉献，等一下我们的财务同工整理的时候，这个圣餐的现金就把它另外归到一个项目里面，叫做宣教专款。那这个宣教专款意思就是说，我们这个钱这个费用不会用在教会里面，我们内部的经费，这个是要专门对外的关怀比如说有急难救助的哈，或是有一些灾难的哈，或是对外有教会弱小的，我们要关心他们。那我们就会做统筹的运用，比如说这个单位需要多少，我们就从这个款项来拨款奉献。我们2个礼拜后要举行那个我们的和会哈，你如果看那个和会手册，有一大篇都是在写说我们对外奉献多少多少多少。那其中有的比较重要的主日，比如说1月的时候，我们不是有大专主日吗？因为他们这个经费需要比较大，我们会请他们的牧师来做报告，还有夹奉献袋让你做奉献。但是其实下个礼拜又有一个主日叫做原住民宣教主日。那如果说每一个主日都要夹奉献袋，那我们会搞迷糊了，不知道有多少种所以我们意思就是说，如果是总会的主日，我们仍然有奉献，但是没有夹奉献袋给大家参与，我们就直接像今天有圣餐奉献，我们就把它拨款寄出去。那这样的话，我们可以比较核心的，比如说有神学院的主日啦，还有我们那个大专的主日这样子哈所以期待大家一起参与了哈。而且我们奉献袋你可以写上你的奉献的名字，那我们得记录起来，能够隔年能够发那个奉献证明给你哈。另外，刚刚有提到我们下个礼拜要举行这个福音主日这位江怡君老师他本身是音乐家，是花腔女高音哈，所以他是一边唱诗歌，也要做见证，生命的见证。所以我期待呢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年轻朋友能够邀朋友来。下个礼拜能够邀慕道友，或是你的隔壁邻居啦，或是你的同学同事啦，一起来领受这个非常棒的一个生命的见证哈2堂礼拜都有哈，欢迎大家。第3个就是有关2个礼拜后的和会哈，那再提醒一次，一个就是我们各位小组长或是我们的单位的首长、区长，还有事奉团队首长。请你们在这个礼拜当中呢，我们的秀婉干事他会寄一个电子档给你，或是你自己去拿。电子档就是你来校对你的单位所有的报告的资料，还有会计资料。那这样的话，我们才不会发生说，以前我们是会提前印一次给你看，看完如果有错误，那等于那本手册就作废掉了，因为要重新印嘛。所以今年稍微修改一下，因为就是少数这些核心同工长职负责帮忙校对，所以我们就不印纸本的，我们先电子档给大家你们帮忙校对，在下个礼拜以前尽量在最近这几天就把它完成，那我们就会送印刷厂能够好好的印如果你觉得说你现在不需要纸本了现在我们大家都省纸嘛，如果你不需要纸本的，你也可以跟我们的干事讲说，我到时不用拿纸本的，所以只要有电子档给我 PDF 档，我们就可以自己看因为你可能看一些跟你有关的重要的部分，那我们就可以减少量那个纸张的量环保这个请
大家一起配合。另外第二个，请爸爸帮忙的就是说，你如果真的23号那一天，我们是9点做礼拜，只有1堂，啊，如果那一天你真的有外出，或是你真的时间不允许，必须请假，就是特别是你是会员了哈，请记得跟你的小组长登记一下说，那一天我要请假不能来，那这样我们才能够掌握出席的人数，这样的话我们那个开会才能够顺利召开。就像我们的一个民主政治嘛哈，过半数才能开会嘛，这个就是我们的规定。那如果那个名单有错误的，我们第二次上个礼拜我们有甲周报了，这个礼拜我们就直接把修订的贴在我们的1楼的公布栏哈，你需要看一下你的名单有没有在里面，如果要请假的记得哈，这个要请大家一起配合的。那刚刚我们也报告了两个婚礼了哈，这2个婚礼呢都不在教堂里面举行，一个是在安平哈，一个是在高雄哈。那会报告这个时间，是因为可能你跟这2个家庭或是新郎新娘有认识，你想参加所以再提早报这个资料给你。那因为如果从现在开始报到举行的时候要好多个礼拜，可能会觉得说，怎么会报那么多次？以前是有时候我们婚礼的时候需要大家去登记，要参加喜宴的，这一次他没有公开邀请参加喜宴，所以等于是先报告给大家知道。如果你跟这个家庭有私人的情谊，你想要参加他们的喜宴，你要主动跟他们讲说，我想参加可以吗？他才会发帖子给你就喜帖给你哈。这个是一个现在台湾的婚礼这2种模式都有哈。这个再请大家一起来代祷为他们的婚姻来代祷。另外呢，我们有关这个门徒事工的部分，牧师在提醒一次。第一个，我们的门徒学校现在在进行到第3课了。如果你想要参加，都可以及时参加哈。每一个礼拜天的早上9点你到3楼去我们会按照课程进度来哈。现在还可以参加哈，欢迎大家来报名。第二个就是我们的门徒培训课程，是约翰福音的研读哈。我们在3月6号就要开始了，下个月。所以如果你要参加在每一个礼拜4的晚上6点半到9点，它是这个有学分的是神学院的课但是我们也可以参加欢迎报名赶快，这个有简章还有连结大家来报名。还有管学乐团我们看到我们教会很多弟兄姐妹有这样的恩赐的，要参加管学乐团来招生，欢迎大家也来报名。另外，我们还看到这个就是我们有关祷告的树我们现在大家紧锣密鼓但是没有稿子我们的编辑人员就不知道没有内容怎么办，所以请大家有见证的赶快写下来来交这个稿子。还有最后一个就是我们的哀伤陪伴的事工我们每一个礼拜都有一些更新我们特别看到这个3月2号就开始哀伤陪伴新的课程的预告了。那第4期的离婚关怀课程我们注意看一下周报，它有写说在2月13号2月13号礼拜4就再来礼拜4 8点要播放一个智慧的抉择的一课欢迎大家来上线来观看。那我们也都知道现代人对婚姻上的挑战是比以前大很多了。那有些人可能有一些心里面的一个困扰，婚姻上的一个难题，那这些课程都可以帮助你找到很好的处理的方式即使你是想要关心别人的，比如说你旁边的朋友或是亲人有人遇到婚姻的状况，你也可以看完可以邀请他来上线这样这个课程它比较隐秘性的因为有时候自己的私事不让人家知道，但是呢你可以告诉他说就是这个连结点你自己上线去看做隐秘的你可以看，你不表达你是谁都没问题。而且课程是很好用，从圣经从心灵的这个辅导开始所以如果你旁边有这样的需求的人，有这样遇到挑战障碍的可以参加好，那这些都有一个连结的一个 QR code， 欢迎大家一起参与了再次谢谢大家一起来关心参与特别我们刚刚有提到这个祷告会曾牧师所今天讲的主题，我期待我们的
那周五的恩典诗歌祷告会，大家彼此邀请。当你一起参与的时候，你会发现说你是在这个恩典的里面哈。大家不要觉得说好像是一个形式而已，其实你的参与是很重要的，教会需要你哈，大家一起来参与。我们这样补充报告，谢谢。我们起立来唱最后一首诗歌《我的神，我的王》。吟诗完，请曾牧师祝祷。我的神，我的王啊，我要遵从你的命，我要永远称颂你，我要天天称颂你。我们一起来领受。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扶持与相通，常与我们弟兄姐妹同在，从今时直到永远。阿们。阿门。阿门。各位弟兄姐妹，请坐，我们来默祷闭会。